由一個極簡嘅白開水妝演變成一個極致嘅耀目眼妝，全步驟 Let's go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。轉季天氣開始乾燥，易敏感嘅你記得轉用滋潤度高嘅底妝產品。黑眼圈記得先調色後遮瑕，眼底凹陷嘅位置做適當嘅提亮。無論用乜嘢形態嘅粉撲，一律用印壓嘅手法。眼妝部分，首先用香檳橙色嘅眼影做成個眼窩打底，愛愛眼線都係用深啡色嘅眼影，睫毛用分段式貼喺眼睫毛底部位置，視乎眼睛嘅大細，大約貼5段左右。想增加翻眼影嘅立體感，喺眼頭局部做提亮，再稍稍延長眼線。下眼影連貫上眼影可以用翻同色嘅眼影。臥蠶對於長面型嘅人嚟講，一定係不可缺少嘅步驟，因為可以放大眼睛之餘，仲可以縮短中庭。再用分段嘅方式貼埋下眼睫毛，眼妝就大致上完成啦。model 本身嘅眉形同埋毛量都好均勻，用線條畫法更加顯得眉形有通透感。我比較中意用液體高光做面中嘅提亮，好處就係減少皮膚嘅火粒感。再用膏狀嘅陰影喺外輪廓加強 jawline， 收窄顴骨同鼻翼。我中意用粉狀嘅胭脂代替面中嘅碎粉定妝。想皮膚睇落有光澤，喺外輪廓掃翻啲光影，記得唔好太多，唔好貪心啊！蜜桃色嘅唇色係白開水妝嘅標記，記得先用淡色唇膏打個底。一齊嚟睇下效果。一個耀目嘅晚妝，重點係眼妝嘅轉變。喺眼窩加深眼影，將原本嘅自然眼線加粗翻少少，同埋拉長。下眼線要呼應上眼影，同樣都要加深。再分段疊加幾執嘅濃密眼睫毛，一個耀目眼妝就完成啦。再轉用冷色調嘅唇色，營造高冷嘅妝效。最後一步用收縮式嘅胭脂作一個輪廓修飾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想知我今次用嘅所有彩妝品，我已經準備好清單，留言 make up，我會直接回覆你。下次見，拜。